你嗰啲親戚朋友全部都係嫌你窮又驚你富嘅。呢個世界真心希望你過得好嘅人只有我。我係邊個？俾面嘅你咪叫我安哥咯，唔俾面嘅咪柒頭閪佬。你中意？點解我咁希望你可以暴富啊？因為我唔想再見你喺我嗰個直播間度問阿安姐嗰件羽絨8蚊9得唔得？你信唔信都好啊，8蚊9係買唔到羽絨嘅。但係今日8蚊9你可以帶走一包臘腸。哇！呢隻唔係普通臘腸嚟嘅喎，呢一隻係喺美股上市嘅廣東老字號、國家重點龍頭企業榮業食品出嘅港式臘腸，精選豬後腿肉，55肥瘦臘腸比例，肉質細膩，色澤明亮，香味順口，鹹中帶甜，老少皆宜，真係好好食。我建議你拍6袋裝嘅，因為拍得越多咧就越抵啊，圍到6蚊雞一袋啫，比某東某貓要抵好多啊！攞嚟整煲仔飯或者炒餸，又或者好似我咁攞嚟煮個麵食都 OK 嘅。咁過年過節又可以攞嚟送禮啦，嗰啲關係一般嘅親戚朋友咧就可以送1袋，咁嗰啲關係更加一般嘅咧送半袋得㗎啦。